二哥，你吓死我了！你这是怎么了？一脸陶醉的样子。我只是有点困惑。为什么事而困惑？你说吧，以前的楚离墨英俊潇洒，男儿本色。自从知道她是女儿身之后，我就觉得她小鸟依人，可爱至极，有种特别想把她抱入怀里的感觉。你不会是……册封太子那个晚上，我和林墨在草地上看月亮。那个时候，我就不由自主地靠近了她，连我自己都不知道。从那天晚上以后，她的脸在我脑子里面晃来晃去，晃来晃去，怎么都去不掉。我知道了，你这是喜欢上楚离墨了，这就是喜欢上一个人的感觉。不可能啊！我对别人怎么就没有这种感觉呢？那些都不是你真正喜欢的，这一次才是你真正喜欢一个人的感觉。是不是有点酸酸的，又有点甜甜的？酸酸的，甜甜的。莫大哥，穆雪，正好你也在。林墨，我是来向二位辞行的。你要走？谢谢两位的救命之恩，还有多日以来的照顾，林墨会一辈子记在心里。哎，林墨，林墨，你真的要走？不走不行吗？你这是要回到中原去吗？是不是我们怠慢你了？啊，不，你们待我如亲人一般好。只是，在中原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等着我回去，还请两位谅解。林墨，你我一见如故，穆雪又这么喜欢你，我们真舍不得你走。是啊，你这才住了几日就要回去，你不是说过要跟我一起写字画画的吗？聚散总有时，我相信我们一定会有机会再见面的。林墨，多留10日，就10天，10天之后是我登基大典，我希望你留下来跟我分享这份喜悦。对啊，这是我哥哥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刻，既然你是我们的好朋友，那怎么能错过呢？那好吧，我就多留10日，等到你登基之后再离开。好，我一定会让你看到，我是青葛部落最好的大王。林墨，我们青葛部落物产丰美，风光秀丽，我一会儿带你去看看我们的粮仓，定会让你刮目相看。好，那我先去把我的行囊给放下吧。好。就在那儿，林墨，那前面就是我们的粮仓，是最大的一个。我们青葛部落的粮仓，2米囤积如山高，四处走走，领略一下我们的强大，再决定去留也不迟啊。莫大哥看我的眼神怎么这么奇怪？你们是谁？想干什么？小心！林墨，你怎么样了？我没事。你真美。其实，穆雪早就告诉我了，你是女孩子。对不起，我不是刻意要隐瞒的。
没有什么对不起的。哦，对了，此地不宜久留，咱们还是先走吧。嗯，走。刚才若不是莫大哥，我的性命就不保了。林墨，你放心，只要有我在，我是不会让人伤害你的。对不起，我真的不是故意要隐瞒我是女子的身份的。我没有责怪你，我反而更高兴，这样你我以后就不用再兄弟相称了。林墨，你知道吗？你是男是女对我有多重要？糟了，他的眼神好像要说他喜欢上我了，怪不得他说我是男是女对他很重要。我会找个适当的机会，向整个部落宣布你是女子。糟了，我该怎么办啊？他要是喜欢上我，那就麻烦了。耿某知道姑娘为情所困，但请姑娘以身体为重。有时候太过于喜欢一个人，反倒是对自己造成伤害。在喜欢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往往完全没有了尊严。姬统领，你回来了。姐姐，你终于回来了。蝴蝶，你失踪这段时间，我们所有人都在找你，就是找不到。让你们大家担心了。我跟海棠每天都很难过。姐姐，这段时间你到底去哪儿了？我被一位公子相救。公子，俊朗吗？他什么人？家住哪儿？想什么呢？姐姐为什么不把他带来呢？好让我们帮你谢谢他，顺道看一看，是不是比那个冷统领更好？人家只是救了我一命，傻丫头，想到哪里去了？姐姐，你总算安然无恙的回来了。这个冷统领真可恨，一天到晚就想着处理墨，对姐姐不闻不问的。姐姐，我不是向你打小报告让你难受，只是我看不过去而已。我知道。对了，姬大人知道你失踪之后，隔天就来神侯府探问你。爹爹一定很担心我。要不我陪姐姐回去看看姬大人，好让他老人家放心。好。爹。瑶花，姬大人，你可算回来了。爹一直在为你担心呢。让爹担心，女儿不孝。瑶花，这些日子，我的心一直悬在嗓子眼儿，隔天就往神侯府跑，想从那儿得到你一点消息，可是每一次都是失望而归呀。姐姐知道姬大人担心，所以一回来就马上回家给您报平安了。爹，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？您别担心了。瑶花，爹这些日子仔细考虑过了，觉得你还是离开神侯府比较合适。为什么？姬大人一直以姬姐姐当女捕快为傲，为什么现在却要姬姐姐离开神侯府呢？哎呀，一个女孩子家整天刀光剑影、出生入死的，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呀。这一次你失踪多日，音信全无，虽然现在无恙归来，可是万一你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怎么向你死去的娘亲交代呀？爹，这次只是意外。不管意外不意外，你娘临死之前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。我在她面前发过誓，要让你一辈子平平安安的。从今以后，你不要再做捕快了。爹，你不是一直很支持我当捕快的吗？而且当捕快是我引以为傲的事情，娘泉下有知，一定不会怪我的。你要明白，爹一个人含辛茹苦把你养这么大，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。爹最担心的是你的安全，你的性命啊！难道就为了这些，我便要辞去捕快一职吗？爹不要你再冒险，不要你再次失踪。我不能退缩，要不然我岂不成了贪生怕死之人？可是，爹，你一生为朝廷鞠躬尽瘁，死而后已，你也是这么教导女儿的。我既然决定要当神侯府的女捕快，我就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中途退缩。瑶花，爹，我答应你，我以后办案一定会小心的，
再也不会发生今天这样的事情了，好吗？冷血，你要去找无情和黎墨？师叔，从他们失踪到现在，一天天的过去，我的心像要死了一样。我要去找他们。冷血啊，四大名捕已经少了无情了，如果你再去的话，我担心安世耿会对你痛下毒手啊！我早已经把我的生死置之度外，我冷血不是一个怕死的人。现在每天困在申侯府，我比死了还要难受。冷血，求你了。好吧，我答应让你去，不过你得千万小心。我不希望你有任何的闪失。放心吧，师叔。冷公子，你这次出去一定要找到黎墨，把他带回来。我会的。冷大哥，姬统领，您终于回来了。瑶华，你还好吗？失踪的这段日子，你去了什么地方？当天我受了伤，幸好被一位好心人救了。好心人？那位好心人心肠很好，我对他感激万分。没事，我就放心了。对了，我听诸葛大人说，你要去找黎墨和无情他们。他们失踪的这段日子音讯全无，我实在是放心不下。我一定要去把他们找回来。多一个人，多一份力量。我陪你去。你不能去。冷大哥，无情和黎墨是我们神侯府里的人，也都是我的好朋友。你既然决定要去找他们，我也应该出一份力量。可是那里不安全。我已经向诸葛大人请示过了，他说，多一个人相伴，在路上也好有个照应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即刻启程。好。就是不能让他们走。喂，冷哥哥，不许走！你不要这么任性好不好？冷血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。重要的事？什么重要的事？他去找楚黎墨也是重要的事吗？我是公主，本公主的事才是全天下最重要的事。冷大哥已经做了决定，请公主不要阻拦。楚黎墨跟咱俩一块争冷哥哥，你还帮他说话。我们这次外出，是找寻神侯府的人，作为神侯府的捕快，只为公事，不问私情。我才不相信你们说的这些东西呢！哎，都已经说了是公事了。无情黎墨掉下山崖，诸葛大人非常担心。担心？你怎么不去救啊？因为黎墨，因为冷血担心无情。我不管，总之我不能让冷血哥哥去。人呢？快帮我追啊！人呢？到哪儿去了？你快追啊！追什么？人都走了。我命令你，现在就把冷血他们追回来。人已经走远了，你看不见吗？连你也不帮我，你是不是我朋友啊？你也知道他的，他要走，谁也留不住。我非要留住他，谁让我那么喜欢他呢？那你问过人家喜欢你吗？你欺负我！这个时候你不帮我，你还笑我。我不是笑你，是你太幼稚了。你竟然说这种话！我唯一的朋友就是你，这个时候你应该帮我出主意，而不是怪我。朋友，我在你的字典里面只是一个玩伴，是你打听冷血的耳目，是你为他伤心过后撒气哭鼻子的地方。你高兴，我会陪你一起笑；你难过，我会陪你一起哭；你犯傻，我会陪你一起傻。你一磕一碰的，我的心就会难过好几天。可所有的事情总有个极限。人家以为你愿意帮我做这些事情吗？我愿意陪你做所有的事情，但是我不能陪你一直傻下去。看你在爱情里面扮演一个卑微的角色，实在惨不忍睹。
追命，你就好心帮我把他追回来。感情不是靠一群侍卫就可以留住的，也不是靠你公主的权力就可以抢回来的。追命！追命！冷大哥，我们相识5年，一起办案，每次都游走在生死之间，还谈什么连累不连累啊？其实有些话，我一直想跟你说清楚。不用说了，我们在一起这么长时间，我还不了解你的性格吗？但是我总觉得，我知道，我都知道，感情这种东西是勉强不来的，没缘就是没缘。这个我早就想明白了，所以，我只要陪着你，找到黎墨和无情，我就放心了。瑶花，谢谢你。谢什么呀？走了。走吧。禀告王爷，冷血和姬瑶花在半个时辰之前离开了京城。这就对了。王爷，要不要六扇门的兄弟以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他们抓起来？你跟六扇门的人只需要监视着冷血就行了。王爷，属下认为……你认为你的聪明才智胜过本王？小人没这个意思。记住了，春桐。冷血的血对我们来说非常的重要，你绝对不能伤害他。对，杀了冷血就前功尽废。不过什么啊？既然冷血他们离开了京城，我们何不趁这个机会向朱王爷和诸葛正我下手？这样可以震慑冷血。目前杀他们2位对我们来说毫无意义，只会打乱我的计划。那么，所有的事情必须完全按照我的计划。这一次借冷血出城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要取他的血。小人明白。最好把冷血活捉回来，这就是你的任务。春桐一定不负王爷所托。编舞，我跳得好吗？黎墨，原来你在这里啊，叫我们好找啊。在屋子里待得有些发慌，出来转转。我来正式邀请你来参加我们的布依兰节。布依兰节，那是什么？就像你们中原人的七夕一样，恋人们相聚在一起，可以向自己喜欢的人表白。黎墨，这是我为你精心准备的青阁女服，我希望你像女神一样，在舞会上闪闪发光。可是我不会跳舞啊。没关系，我会教你跳青阁民族舞的。换衣服去吧。快点，快点！我要把这个送给他。没事，你看吧，准备了好久了。给你看，我要。快点，我受到谁的呢？是啊。黎墨，你美得像颗珍珠一样，以后啊，我们就是堂堂正正的姐妹了。走，我带你去了解一下我们这里的风俗。走。情人见面，两心相知，布依兰节开始。
你们这里的风俗习惯真的很有趣。一般来说，都是男子向女子表白心意的。是啊，那你呢？有没有意中人啊？意中人来了。莫大哥，林墨，你美得像宝石一样。哦不，宝石都没有你美。我一直在想，你穿上青阁女人的衣服会是什么样子。看来今天我美梦成真了，林墨，你是上苍赐给我的礼物。按照我们这里的风俗，都是女人送给男人礼物，但是今天我偏要改一下。这把金刀跟了我很多年。不过从现在开始，站在我面前这位闪闪发光的女子，将是她的主人。我不能收。为什么？我还要去找我娘，还有神侯府的那些朋友们，我不能留在这里。你可以把他们都接过来啊。虽然说青阁部落以前不和外界联系，但是我可以为你打破这个规矩。哎，不，你可千万不要为了我打破规矩啊！我知道，你以前受过不少苦，不然不会从山崖上跌下来。你这么一个美貌的女子，不应该受这么多委屈。莫大哥，我想你是误会什么了，我没有受委屈。不用掩饰了，我都知道。我马上就要成为青阁部落的国王了，你跟着我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，不用再颠沛流离了。你马上就是青阁部落的国王了，青阁部落的女子比我好的多的是啊。可是你是上苍赐给我的礼物啊，李默。自从你来到我身边，我就幸运地当上了太子。你是我的幸运神。这刀我真的不能收。其实，我心里早就有喜欢的人。好了，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我不想听到从你口里说出你曾经恋人的名字。自从你来到青阁部落，那个人就已经成为了过去。现在站在你面前的，是青阁部落未来的国王。你看看他们，如果我向他们任何一位求爱的话，他们会感恩戴德。谢谢莫大哥的一番好意，但我恐怕要辜负你的心意了。李默，你知道吗？上次我们被行刺的时候，在你头发滑落的那一瞬间，没气了。从那一刻开始，我就发誓要用一辈子来保护你。这把金刀，就先放你那里。我相信，总有一天你会爱上我的。莫大哥。不知道我吹的怎么样？挺好听的，来，吃果子。小丁吃小的，你吃大的。那怎么行？你人小，应该吃大的。好甜。你会一直陪着我吗？哇，以后我就不用一个人吃饭，一个人睡觉，还有人陪着我玩。我有哥哥了，我有哥哥了。哦，不知道，以后我给你摘果子吃，你教我吹笛子，好不好？好。耶！以后就有哥哥陪我了。呵，小崽子在这儿呢，韩大爷到处找你。不知道他们是来抓我的。小丁，别怕。去你！识相的就把小孩交出来。求求你，别让他们把我抓走。你们这些人抓一个孩子做什么？你管得着吗？他们专门卖人的。呵，不许你们欺负小丁，还敢打我！杀！哎呦！小丁，快跑，快跑啊！哎呦！别跑！哎，你怎么可以跟公主在神侯府门口大吵呢？当时一肚子气，实在忍无可忍。忍无可忍也应该理性一点嘛。你不会找个没人的地方再跟他吵吗？
我问你，当你很愤怒的时候，你会叫自己理性一点、冷静一点吗？哎，不是，我的意思是……你的意思是什么？我跟公主吵架，本来以为你带我来这里是散散心的，反而在这里跟我唠唠叨叨。哎，你知不知道你跟公主吵架这件事情，已经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啊？什么反响？所谓一传十，十传百，这件事情很快就会传到世叔耳朵里。世叔知道，顶多责怪我几句。谁担心世叔知道？我是担心皇上知道。你认为这个事情会传到皇上耳边吗？你以为不会吗？皇上在紫禁城，怎么可能传到他耳边呢？我告诉你，我拉你出来喝酒的时候，整个神侯府上上下下，包括厨房做菜的大妈都已经知道了。那要怎么样？所以，等我们喝完酒，整个京城都会知道，皇上当然也会知道了。你别吓唬我！我哪敢吓唬你？紫罗公主是皇上最宠爱的公主，现在她被人欺负，跟人吵架，你觉得皇上会不管不问吗？所以我劝你啊，赶紧哄哄公主，别把事情闹大了。我才不会哄她！哇，那么坚决？我平时是怎么对她的，你们大家都可以看得出来。我对她这么好，她却把我当成玩具娃娃一样，呼之则来，挥之则去。我受够了，我才不会理她。哼，我保证，不出3天，你一定固态复现，变成公主身边听话的观音兵。我发誓，如果我主动跟公主和好，我3天之内肯定自杀。话别说那么满，如果皇上怪罪下来，你不求和也不行啊。我发誓，如果皇上让我主动跟公主和好，我保证3天之内肯定自杀。到时候，公主就会知道我多有骨气。哼，原来你自杀，也是为了要给公主看。你说什么？好了，我知道，这次你真的生气了。男人大丈夫，说得出，做得到。记住你今天说的话。我就是不理公主，谁也改变不了我。你们终于回来了，满身酒气，一定是你，就是你带他出去的，对不对？每次都是你把他带坏的。说完了。是他拉我去喝酒，是他带坏我的。你带他去喝酒？追命心情不好，我陪他喝2杯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他心情不好是他的事情，关你什么事啊？是他跟紫罗公主闹别扭。太好了，原来整个神侯府都知道了。诸葛大人正在找你。你看，诸葛大人知道了吧？太好了，世叔真的知道了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他心情不好喝他的酒，你不许跟他去，你只许陪，不许喝。我就喝了2杯，你别管那么多嘛。好了，你们继续聊吧，我去找世叔了。等等我！阿姨，说清楚，你们刚刚说的什么？我们说，女人很烦。你再说一次。女人很烦，他说的，我没说。我去睡觉了。等一下，等时机到了，我们再动手。那等他们走出数里之外，我们再……你以为动手就能赢吗？但王爷要我们活捉冷血。冷血武功高强，何况他们现在是2个人，对他只可智取，不可强攻。冷大哥，是这里吗？就是这里。
冷大哥，你看，这是我的衣服。那天出事，他穿的就是我的衣服。我真恨我自己，在神侯府当差这么多年，寻失踪的人，大海捞针都能找到，唯独找自己人，我却如此的没用。冷大哥，你先不要怨自己，这只是一件衣服，不能说明什么。李默还是有活着的希望的。李默，你现在到底在哪里？李默姐姐，京城市集有什么好东西啊？胭脂水粉呐，各色小吃，还有绸缎织物，什么都有的。这些都是我喜欢的东西，我真的好想去领略中原的风土人情啊！有机会的话，我们一起去。哎，快来看，快来买啊！快来买，快来看啊！一个人100块青阁币。快来买，快来看啊！竟然当众贩卖人口，真是太不像话了。这些人贩就是这样不讲人情。快来看啊！来看一看啊！看一看啊！干活的奴隶啊！无情公子，身强力壮，一个人100块青阁币。真的是你？哎，看上他了，看上他了。你怎么会在这儿呢？那天掉下悬崖之后，就再也没有你的消息了。看到你平安无事，真的太好了。你是谁？我是黎墨呀，你不认得我了？哎，你看这个人啊，身强力壮，打猎、扛木头、抬水、屠羊，样样在行啊。他是我的朋友，你快点把他解开啊！把他解开！解开！是。他真的是你朋友吗？他好像都不认识你，你不会认错人吧？不会，绝对不会的。哎，无情公子，我是黎墨，你不认得我了？他们随便抓人。抓人？可是你会武功啊，怎么会被抓呢？他们抽我救小丁，借机把我打晕，幸好小丁逃走了。小丁？小丁是谁？小丁是我的小兄弟。兄弟？你知不知道，冷血追命还有铁手，他们一定很担心我们。他们是谁？我不知道。这个人你从哪儿得来的？我是从别人那儿倒卖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。老板，这些首饰全都归你了，这个人我要了。这个人归我了，钱待会儿我会命人送过来的。是公主。哎，把笛子还我！这是我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给他。哦，这是我的。暮雪，谢谢你。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，举手之劳。无情，你跟我走吧。去哪儿？我们回家。回家。他怎么会饿成这个样子？是啊，你别着急，慢慢吃，还有很多呢。他们不给饭吃，我已经好多天没有吃东西了。看他说话、走路、吃饭都跟正常人一样，就是不记得以前的事了。他连自己叫什么都不知道了。看来沈姨说的没错，他从山崖上摔下来，脑子应该出了点问题。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他回到以前的样子？李默、墨雪，听说你们带了一个人回来，就是他？我们在奴隶市场看到他的，他是黎墨姐姐的朋友，我们就把他带回来了。你怎么把一个来历不明的人自作主张的带回来了？要是父王知道……你别担心，他就是我跟你说过的神侯府的4大名捕之一无情。他从山崖上跌落下来，失去了记忆。失忆了？他只记得现在发生的事情，不记得以前发生的事了。李默，你放心，就算是为了你，我也会找全部落最好的神医把他给治好的。神医未必有用，
他现在的情况，需要在熟悉的环境里才对他有帮助。我是他身边唯一熟悉的人，我有责任照顾他。李默，你把一个失去记忆的人留在身边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况且，他是个男的。他不会伤害我的。他失忆了，万一他不记得你了，这样吧，我给他安排一个房间，让下人去照顾他。我是担心他会伤害你。不如这样吧，先把无情公子带到我那里，我那里房间多，侍卫也多，然后再安排2个人早晚跟着他，是不会有事的。还可以让林墨姐姐常去看他。林墨姐姐，你不用担心，无情公子我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好吧。谢谢你们。我们再向东西两边继续搜索。那我们分头进行，一会儿在这里会合。于春桐，你来这里干什么？六扇门韩总领有令，着神侯府冷血回京调查，不得有误。2位都是官府中人，这点规矩应该懂吧？神侯府6扇门泾渭分明，韩龙无权要我们回去问话。2位，我有话要说。你还想耍什么花招？我哪里有什么花招啊？2位之前对我有误解，看不上我的人品。其实我一向光明磊落，但身在官府做事都有自己的苦衷。我们韩总领啊，以苛刻闻名，冷血要不跟我回去问话，怕是难逃一顿板子。那是你们6扇门的事。让开！我知道让你跟我回去也是勉为其难，不如这样，我们比武论英雄。我现在没时间跟你玩。要不这样，我接你3招，我又接得住，你就跟我回去。这是我的公务，请你配合。冷大哥，既然这是他的公务，那我就成全他。好啊，亮招吧。冷大哥，果然厉害，我心服口服，告辞了。哎，现在活捉冷血，简直易如反掌。冷大哥，你中毒了。冷大哥。对嘛，这才是我认识的无情公子啊，真好看。我是不是穿错衣服了？啊，没有，没想到无情公子这么俊朗。是啊，无情公子啊，可是风雅驰名全京城的。以前神侯府门前有很多女孩子来排队，就只为了看他一眼。可是我自己都无法相信，照你这么说，无情一定是位比我强100倍的公子。我什么都不会，怎么能和他比呢？你当然是啊，你只是自己暂时想不起来了而已。林墨姐姐，那你能不能告诉我，无情公子以前是什么样子的？无情公子才华出众，作诗、品酒、品茶样样精通，而且还善于使用暗器，武功一流。除了才华出众之外，无情公子感情专一，他与如烟姑娘相知相许，海誓山盟。只可惜，如烟姑娘被人逼婚，从此就离开了无情公子。
无情公子以为如烟姑娘不在人世，自那之后没有再对任何女子动过情。那后来呢？他们又怎么样了？后来，好不容易他们重逢了，但是没有想到，如烟姑娘却被王爷用空心术给控制住了，最后还被他给害死了。这个王爷也太可恶了！我一直都很仰慕专情的男子，这样的男子用他们的一生守护着一个女子，不离不弃。这样的人，我也一直想遇到。没想到，如今竟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拉钩上吊100年，不许变。